開始之前請幫手訂閱，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俾你嘅親朋好友睇下啦。你嘅支持係我哋繼續做影片嘅動力。中國首艘航母遼寧艦被炸嘅影片近日在網上瘋傳，之後又有舷號107昆明艦亦遭導彈擊中畫面。不過呢啲片一睇就令人質疑。國防部發言人29日喺記者會澄清，原來係瑞典、美國及英國等軍火公司嘅廣告。我哋先睇睇瑞典公司嘅大創作。對於呢條影片，軍事迷話瑞典薩博公司真係太膚淺，以為火箭軍嘅紅旗係導彈係擺設，又以為飛航母軍艦冇配備空警機就任你打，弊在激氣嘅事接二連三。話口未完，美國軍火公司又嚟趁熱鬧。
海外軍火商好似約定咁，英國 BE 系統公司1月14日都出咗條片，幻想該公司無人艇運輸嘅集裝箱發射咗 S 防空導彈擊中咗中國海軍054A 護衛艦，仲有片係我國首艘航母遼寧艦被擊中。內地軍事迷被擊到大鬧軍火商無恥，有網民就紛紛製作影片還擊。國防部發言人日前都開聲，據我所知，瑞典的軍工企業已經撤下了相關視頻。我們認為其他有關方也應該做正確的事。實際上，對於這一類自嗨式的行為，我想對他們說 ：You wish。國防部發言人講到好清楚，瑞典軍火商已經下架影片，又話呢啲行為係相關軍火商自嗨，仲嗌佢哋唔好想得太美好。有軍事迷話來而不往非禮呀，估計未來呢啲導彈射嚟射去嘅幻想作品唔會少。好啦，今日講到呢度，多謝支持。